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31個視頻，介紹演員趙麗穎。生辰資料可以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中有個特別性格，日月夾兄弟宮，擁有日月兄弟宮嘅命主會有唔少兒時朋友，對於消磨時間嘅活動有興趣。趙麗穎打爛咗演藝圈嘅出身論與標籤論，佢用親身經歷證明，非科班。草根出身又唔係阻礙，流量與演技都並非對立。佢俾行業看見，女性演員不必困喺甜美年輕框架入面，隨住年齡增長反而可以憑藉閱歷與打磨，演繹出更立體嘅女性形象。從龍套演員到囊括飛天獎嘅實派閃女星，佢嘅人生軌跡係草根憑藉蒙塞譯集嘅經典樣本。趙麗穎嘅起點都唔起眼，出世於河北廊坊嘅普通家庭，就讀於廊坊市電子信息工程學校，空乘專業，與演員職業毫無交集。但佢條氣塞住對表演嘅大懵向往。2006年尾，一次偶然嘅機會俾佢參加亞虎首星選秀比賽，憑藉自然嘅表現力奪得馮小剛組冠軍，並出演馮小剛執導嘅廣告《貴族篇》，從此被華誼兄弟簽署納入演藝圈嘅門。2011年，趙麗穎迎來第一個轉捩點，喺《新還珠格格》中飾演晴兒，佢憑藉對角色溫柔又堅定嘅詮釋，擺脫咗龍套標籤，開始獲得公眾關心。真正嘅爆發就喺2013年，陸貞傳奇中堅韌不屈嘅女官，陸貞俾佢一躍成為當紅線女星。此後佢陸續帶嚟多部爆款作品，逐步由流量偶像向實派演員蛻變。2024年第20條中嘅啞巴媽媽郝秀萍成為佢封神之戰。為演好呢一角色，佢提前半年每日練習6個鐘手語，從基礎詞彙到情感表達反覆打磨。攝影被侵犯嘅戲份嘅時候，佢冇一句台詞，就用嘅手指、泛紅嘅眼眶同僵住嘅身體，將恐懼與無助刻畫得令人心碎。今次角色獻祭式嘅演繹，俾業內徹底認可佢演技實，都印證咗佢打爛標籤譯集成長嘅人生信條。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趙麗穎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